今年90歲，呢個養老院呢，設施又齊全，打麻雀又得，做手工藝又得，就比較輕鬆自由。總共有養老床位咧係650張，醫療床位350張。廣東嘅一個5星級嘅養老服務機構嚟嘅。整個養老中心係由2部分組成嘅。第一部分咧係我哋嘅養老區啦，養老區主要就係長者嘅日常起居生活喺嗰個地方啦，就基本嘅護理服務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嘅醫療區。醫療區咧其實係起住3種功能嘅。第一個咧就係急病救治，即係講我哋嘅長者喺園區入邊突發急病咁樣，我哋有足夠嘅醫療力量去進行處理。第二個嘅話咧，就係慢病嘅健康管理，即係譬如糖尿病啊、高血壓啊，有一個個性化嘅一個跟進服務啦。咁啊，第三方面咧，我哋就係一啲康復嘅訓練啊，包括我哋譬如有啲長者出現一啲腦梗塞啊，或者係心臟病啊，或者係外傷啊，治療之後咧，就喺嗰邊提供一個康復訓練，盡量恢復到病患之前嗰種生活水平咯。特別係失智嘅嗰個長者咧，我哋係設立咗專門嘅一個區域啊，係俾佢哋去生活嘅。嗰度有專人嘅看護啦，就有電子門禁啊等等各方面保障長者嘅安全嘅。家具啊各方面都係經過適老化嘅處理，所以好多長者喺呢度都覺得生活嘅便利性會比較好。今年90歲，2024年6月11入住呢度。呢個養老院呢，設施又齊全，活動形式又多，大家喺呢度生活呢就好開心啊！咁我呢就每日都參加呢度嘅早上嘅體操活動，食咗早餐就自由活動，打麻雀又得，做手工藝又得，睇書睇報紙，食咗中午飯呢就休息，休息完呢又自由活動，唱歌、打麻雀同埋書法寫字、寫詩歌、朗誦嗰啲又得好多活動。就比較輕鬆自由。香港長者都係有10個人喺嗰度呢度住緊嘅。我哋實施咗院舍計劃之後咧，就其中有5個成功就申請到香港嘅院舍計劃啦。咁仲有3個喺度應該喺度申請緊。咁另外咧，我哋又有7個完成咗呢個院舍計劃申請嘅長者咧，就係接住落嚟就會陸陸續續就會進入我哋養老中心呢邊入住咯。喺上海街啊、旺角啊、灣仔地鐵站、香港機場嗰邊咧都有巴士站可以搭直通巴士直接到我哋新會區嘅鳳凰城酒店，距離我哋呢度大概係10分鐘唔到嘅車程啦。坐直通巴士嘅話，大概係2個半到3個鐘頭。可以享受床位免費，護理費又免費，食飯又免費，睇病有600蚊口服藥食藥嘅，又有下午茶，1個星期呢2次同你做理療，好似針灸啊、按摩啊、推拿啊咁樣啊。咁旁邊呢度咧就係我哋為香港嘅長者提供嘅一個雙人房。咁我哋衛生間呢度咧就設置咗有安全扶手，同埋我哋嘅應急呼叫系統。我哋仲有提供一個24小時嘅熱水供應嘅。一共嘅面積係大概係300尺嘅。每個房間我哋都提供咗床後都有呢個醫療設備嘅功能帶，咁可以有提供中央吸氧啦，同埋應急呼叫系統。咁呢個自動化嘅一個養老床嘅話呢，咁佢可以搖高搖低，然之後仲有設計咗一個加高加長咗一個扶手嘅。咁旁邊咧就有我哋嘅電視機喎，咁咧仲有一個冷暖空調嘅系統。咁整個房間咧比較開揚同埋通風好好㗎。咁打開兩邊窗嘅話咧，
係非常之開闊，同埋感受到一種自然嘅呼吸嘅空氣嘅。